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其他的新闻。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大暑，嘛是一年当中上热的时阵。中医师讲，会当加食一寡较有水分的蔬果，像西瓜啦、梨仔啦，像这个冬瓜、苦瓜、菜瓜等等，拢会当来消暑解热。另外，这个水嘛爱啉好够。营养师讲，体重乘以30cc、30毫升，都是每一个人一天爱啉的水量。啊，茶甲咖啡唔通啉伤多哦，因为离热，咱的身体颠倒会愈欠水。大暑即天日头非常炎，一冬的当中天气上热的时阵，咱要安怎防止去热到？瓜果类基本上是比较寒点，那所有的水梨、西瓜都是一种这个是清热消暑的一个食材。有真侪水分的水果，亲像是西瓜、水梨啊，也阁有这蔬菜，就亲像冬瓜、菜瓜、苦瓜，拢会当帮助清凉退火。用吹或者是用煮的上好，才袂食入伤侪油。另外水嘛爱啉有够，一天至少是你的体重的30倍。对，假如是50公斤的人的话，大概是1500cc 左右，这是最低量。如果你等到口渴，其实代表说你的身体里面水分其实已经很低了。营养师嘛建议茶甲咖啡容易下流，啉伤多，颠倒互身体排出更较侪水分。就算想要啉，少量就好。